靈魂有3個部分嘅要講述，有哲學、神學、末世等等。好啦，咁大家少少嘅第2季嘅開始嘅一啲嘅片頭。卡拉納一貫拒絕普遍教理，即係要理基督徒對於靈魂嘅睇法，佢抗拒希臘哲學嘅二元對立 dualism， 身體靈魂兩樣嘢係對立嘅，身體係唔好嘅，靈魂係好嘅，所以呢，身體係困住個靈魂，我哋要對肉體刻苦，我哋嘅靈魂就會高超。原來我哋經常講肉體靈魂呢係進入咗錯誤嘅二元對立嗰度。經常說的我們肉體靈魂就是陷入了這個錯誤的陷阱，就是二元對立。所以暫時講一句，就作為今日避靜嘅結束。我哋好多時為啲亡者祈禱，又或請為 ABC 嘅靈魂祈禱，希望佢能夠早登天國。我會問呢啲祈禱嘅人，點解你唔為佢嘅肉身祈禱呢？那為什麼你不為他的肉身祈禱呢？因為在中途信經裡面說，我信肉身的復活嘛，光是為他的靈魂祈禱，他的肉身就不復活，那怎麼辦啦？咁我哋點樣做呢啲祈禱呢？譬如為 ABC 安息祈禱就夠啦。我哋好多時原來被好多錯誤嘅二元對立嘅思想係灌輸咗，影響緊我哋成個嘅信仰。咁至於咩叫靈魂啊？哇！原來有咁多理論㗎喎。有機會第2季我哋再見。有機會第2季我們再見吧。那 John 你要下次也要來，因為下次會解釋你經常問的是什麼靈魂的問題。好，咁我哋呢而家呢就你哋好似已經大合照㗎嘛，有咩時間拍呢個團體照？我建議就去個